反對國民教育科嘅爭議持續，學聯星期二下晝喺中文大學百萬大道發起罷課集會，活動未開始已經有幾百人聚集，其後越嚟越多人加入，逼滿成條百萬大道。參與嘅大專生大部分着上黑色衫。烈日當空，要抵抗高溫，好多人都擔起遮。之後咧就會係第一步就會係一啲唱歌嘅環節，就係唱誰說啦。大會工作人員亦向集會學生噴水降溫。有學生話，行政長官梁振英至今只係修訂國教科政策，而唔係撤回。即係要真係撤回晒之後，再正式諮詢過先推行，而唔係話夾硬話自己決定咗就算咯。因為佢係而家係夾硬推行咗，即係佢夾硬取消咗，就係話而家你自己決定啦，但係嗰個課程仍然仲喺度咯。有學生認為為反國教科而罷課係可以接受。我覺得大家係為咗團結去反呢個國民教育嘅話，咁係可以接受到呢個。學聯話集會有8000人參加，秘書長李成康話：政府俾學校自行決定推唔推行國教科係未夠，要撤回國教科指引先可以釋除社會憂慮。就算佢留咗一個空間俾學校去決定都好，但係政府其實喺而家嘅現行教育制度底下，佢都係可以有對學校有一定嘅影響。咁呢一個係要社會係釋除嗰個憂慮最好嘅方法，就係要去完全係撤回呢個國民教科嘅指引咯。集會完結後，學聯幾十名成員到政府總部繼續集會。學生集會嘅地方，中大烽火台同百萬大道曾經舉行過唔少集會同社會運動。喺07年，中大學生部程式版事件被揭發之後，學生就喺呢度舉行論壇討論事件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